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7日，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以色列最近有提出证据，因是指控哈马斯讲伫10月7日发动战争迄天，唔那向向攻击尔，更有性侵害妇人人、杀害妇女，真恶质。也毋过哈马斯是背回讲阴谋，嘛好由国际上公正的第三方会当来调查。警方表示，因即马手内有超过600份的影像档，其中看到一位少年的查某囡仔，和一个武装分子对头盟友的，进入去车后座，靠讲骹盘手拢有血。虽然无看到尾下发生什么代志，也过有另外目击者录影讲，伊有看到亲手轮捕一位妇女，而且佫甲伊抬死。警方无意讲目击者的身份，也不会伊接受访问。路透社报道，社群媒体影片甲搜救人员拢有讲到性暴力。专家讲，这是史上记录上侪暴行，不过真侪尸体拢是几多天了才被发现，拢已经开始烂，而且根据犹太葬礼，为了要维护死者的尊严，爱赶紧抬，包括穿的衫裤，所以真侪性侵的证据拢被破坏。But now we know that there were multiple cases of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against children. Hamas got into Israel with cameras, with filming themselves using the phones of the victims. 以色列警方讲，正一个对因逮捕的哈马斯犯人，可能犯的性侵罪进行调查，会对每一位在押的嫌犯进行审判。因为哈马斯是否认伊的战术涉及到性暴力的指控，因为政治局媒体顾问阿希尔努诺呼吁对这件代志采取严肃公正的国际调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镜头搁转来过来，咱来关心选举。这是民众党郭文哲昨昏有开记者会，说明伊的劳动政策。伊是提出减税，要互企业趁钱，互劳工会当加薪水，才会主张。因那民进党的赖清德昨昏是去新竹拜拜，伊提出桃园、新竹、苗栗大溪国计划，要来找土地，甲咱的科学园区变大。因那国民党侯友宜是搁在批评中央的非核家园这个政策，是和国际趋势颠倒摆。提出伊重要的政策，民众党郭文哲早起召开劳动政策记者会，提出4大主张，包括以减税方式鼓励企业趁钱，甲劳工加薪水，友善环境，保障劳权，年金改革，甲吸引人才，人权立国。过去20年，台湾 GDP 成长很多，可是实质薪资没有成长，所以从数字上就知道，老板赚的钱没有给员工分享，年金改革还是要面对的。为了拼总统大选，民进党赖清德去拿赢票仓，透早去新竹湖口显圣宫拜拜，伫座的时阵讲台语嘛讲客语，佮提出土地苗大石国计划，要找土地扩大科学园区，有科技选票。我有提出一个桃竹苗大溪谷计划，因为新竹市的科学园区应该要往外扩，然后同时呢，我们应该要解决交通的问题。还有改善生活环境，然后基础建设要做好。国民党侯友宜初时去台南，批评供电会带来热岛效应，不过去赖清德反驳，强调唔通为着选举的利益讲遐个无的。针对多国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缔约方第28届会议签署宣言，要伫2050年进前提高核能发电到3倍。侯友宜初五批评中央非核家园的政策，甲国际趋势是完全颠倒兵。非核家园不但跳票，跟国际在减碳、以核减煤的整个趋势完全背道而驰。错误的政策不但比贪污更严重，还会造成后国殃民。侯友宜顶日公布苏家室调整的患者威胁公车案件新闻的影片，所公开患者的名甲面簿民进党要求伊爱回实的。因侯友宜讲，透过这个案件，希望国家用行政院层级来面对心理卫生疾病，推动国民心理健康计划。因中选会下晡嘛公布3组总统大选参选人国籍审查的结果，拢有符合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的规定。中选会嘛会伫11抽口决定总统大选参选人的号码。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关心台中有立委参选人举办剧团的活动，向公家单位申请场地，搁请市长来拍广告宣传，这是引起竞争对手的不满。伊的竞争对手搁批评讲，活动搁设计大纸搭伫国校学生囡仔的联络簿顶头，也若参选的记者嘛出现伫国校的运动会，批评台中市政府行政无中立。这场活动是由罗廷伟议员策划主办。台中市第6选区的立委参选人罗定伟，初日暗时伫市民广场办剧团演出的活动，共当值的市长罗秀燕迄面嘛去伫舞台发言，事前阁含参选人做伙翕影片宣传。大家好，我是燕子市长卢秀燕。有不少学生的家长是出面指控讲，伫家庭联络簿竟然出现这个活动的宣传大纸，至少有3间学校有这种状况。这个政治入侵到学校，市府的行政无中立。这个参选人的记者嘛，伫一间国小的运动会出现，互伊的对手是真不满。然后我小朋友的联络簿上也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纸风车剧团的一个活动的贴纸，张贴在家庭联络簿上。这个候选人他的大头照占据了整个舞台的一侧。所以，我大胆怀疑，台中市政府行政不中立。那甚至市长也还陪他拍了宣传影带。那这种东西这么明显了，为什么还要让这些老师们在不知情，或者是甚至知情下也不得不帮忙贴呢？难道候选人你自己没有办法自己宣传吗？罗定伟是电道指控讲，进前11月中，对手嘛请同款这个剧团伫福田水资源中心办活动，连含舞台拢有甲伊的名含相片藏起嚟，这个伊根本就是相当标准。江兆国在自己的舞台也具名了自己的名字，也放上了自己的人像。为什么福田水资源公家单位的场地，你却做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绿能你不能。学校平时会在不违反行政中立的情况下，提供一些活动讯息告知家长和学生。贴纸上并没有特定候选人的讯息或文字，并未涉及违反行政中立。台中市政府强调讲，剧团的活动，市府不是主办、协办，而是指导单位，嘛唔捌公告请各学校来宣传，单纯是学校主动通知学生和家长，而且大早无特定参选人的信息和文字，无违反行政中立。不过教育局对大早的来源并无说明，学校嘛方要求讲袂当对外来发言。另外，参选人的旗仔啥会出现伫学校内面？教育局讲，学校发现的时阵有坑字，会阁要求学校加强管控。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气增加，所以咱全台湾落雨机会嘛会增加。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东北季风增强，加上透早阁有一波华南水气向东边刷过来。那东半部会继续落雨，西半部伫今仔日水气嘛有较高，雨拢会比昨昏也阁较明显。北部宜兰花莲也阁有中部的山区拢会落雨，也毋过真紧，下晡水气就会离开，暗时就较无雨啊。只剩东半部会落雨尔，其他的所在拢会转做多云的天气。温度的方面，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也各有台湾本岛北部、东北部、东部规工拢是感觉较凉的。那其他的所在是早暗的感觉较凉冷。外岛和北部、东北部低温是15度至16度，其他的所在低温是19度至20度。2022 PISA 评量结果即马已经出来呀！伫81个国家内底，咱台湾的学生囡仔真牛，伫数学、阅读也有科学这3项所用的表现，拢排伫全世界的前5名。分析原因，有可能是咱台湾疫情控制较好，甲其他国家比起来，咱停课的时间嘛较短。学生看时间用无听老师上课，伫新冠疫情爆发的时阵，学校停课无停学，各级学校用线顶教学。这样，互台湾伫咧2022比赛评量，伫咧数学、科学、阅读3项表现拢真赞，而且拢有进步。我们学校被真的完全shut down的时间，相对于别的国家比起来是相对少的。即使我们学校还是有停课了这个状况下，可是所有的老师反应非常的快，赶快导入数位学习或是网络的学习。这边调查本来是2021年要办，所以因为新冠疫情延1年，总共81个国家，差不多69万位15岁学生参加。台湾是第6遍参加评比，其中数学平均547分排第3，科学537排第4，也是历年来表现上好的。
月塔平均515分排第5，但每一科的表现拢比 OECD 的平均较悬。因为印哈克刚很重视素养的能力，也很重视自主学习的能力，所以经历疫情的话，他们的自主学习的能力能够展现出来。虽然台湾各项评比拢有进步，不过蔡金忠教授讲，偏乡也是需要更较侪关心，先用网络甲社会学习资源，让偏乡的学生有更较好的教学资源甲品质，甲城乡的差距有较化咧。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纽约时报有报道，即届咱台湾总统大选，因讲候选人即马拍选战的焦点，拢放伫对战争的风险，摕战争的议题来诉求。也毋过报道内底是写讲，10月份的时伫台北举办的2024总统大选青年论坛，少年选民颠倒是较关心税厝的议题、电信诈骗的议题，还有投票的年会敢会当向下修正这议题。纽约时报是报讲，台湾有一个少年选民票会安怎投，可能是影响台湾选举的关键。继续关心中国时报，基隆市的消防局最近表示，虽讲最近这几年火灾有减少的趋势，也毋过救护案件是直直增加。为着要提升救护人员、消防人员的士气，基隆市即马打算要参考其他的县市，对明年开始嘛会变工作奖励金的预算。会变115万，若是到病院进前无喘气、无心跳、乌卡的患者，救护人员、消防人员有成功甲救活，安尼上悬会当领1万块的奖励金。继续关心自由时报，中部传出有里长跳啊卡去中国旅游佚佗游览，接受中国迄边的招待。台中地检署调查即马证实讲，到昨为止已经有6案件等在侦办，会依照违反选罢法、也有反渗透法来侦办。继续关心病毒长底行，疾管署昨昏是表示讲，流感和新冠疫情这2种病毒有可能伫旧历过年的时会上介严重。嘛按算讲流感1礼拜可能会有12万人次去医生看，所以呼吁民众伫这阵啊，若是会使着要紧去注意防射来提升保护力。也若中国的疫情肺炎面菌嘛是真严重，也若印尼即马这款疫情嘛共款咧加悬，印尼的卫生部门已经警告当地人爱设置中国来游客。中国最近发生多种呼吸道病毒相传染，各地病院专是看病的人，个人在抢买肺炎面菌菌快筛试剂，要自我检测。不过医生讲，高龄甲慢性病族群，若是持续高烧未退，嘛是要去医生看。高热3天以上，或者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呼吸道的症状，我们还是建议要去医院及时的就医。台湾是新冠疫情开始低压，顶礼拜增加本土新冠肺炎并发重症211例，甲死亡31例，拢创下新纪录。其中上少年死亡个案是南部40几个查甫人，有高血压等病史。虽然入去到病房抢救，也毋过因为病情恶化，住院4天了后不治死亡。他的这个呼吸衰竭跟多重器官衰竭，另外也有这个心因性休克的情形，就是病况持续的恶化，所以在这个住院后4天，因为这些症状而不幸的过世。那新冠肺炎、流感嘛，可能伫未来1-2礼拜压悬。疾管署有讲，国内流感和新冠2种病毒，可能拢会伫旧历过年进程上严重。流感推过单周就诊，会有12万人次；新冠是平均1天加18000到2万人之间。我们预估呢，这个高峰会比先前预估的延后到1月中到1月下旬，也就是在春节前的时候，可能会迎来这一波新冠的高峰。那预估单日的这个感染人数会在1.8万到2万人之间。疾管署提醒讲，新年头旧年尾探亲旅游活动真接注疫苗了后，需要2礼拜才有保护力，所以提醒6个月以上的民众，尤其是60岁以上的做伙人。应该赶紧去注新冠甲流感疫苗，来降低感染后重症甲死亡的风险。目前全台湾有1500间院所提供随来随住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驻玻利维亚经大使罗查，即马是向亚公，伊长期咧做古巴政府的间谍，时间已经有40年遮尼久。这件事已经被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抓起来。古巴共产政权竟然伫美国政府内底安插间谍，而且直直升起至到大使地位，时间有甲40年。It's one of the highest reaching and longest lasting infiltrations of the U.S. government by a foreign agent. 73岁前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罗扎，
伊伫哥伦比亚出世，规划美国伫纽约市工人的家庭大汉，得到耶鲁甲哈佛等等大学文科的学位。1981年开始做外交的工作，做20多年的外交官。捌互派去几个拉丁美洲的国家，包括美国驻古巴黎的代表处。后来做玻利维亚大使的时阵，还佫伫国安会担任重要职务。不过，伊做外交官的日子，伊真正始终的其实是古巴政府。联邦调查局去年接到线报，开始怀疑罗查安排探员假做是古巴的特务甲伊记者。伫迈阿密见面3届，法庭的文件指出，罗查伫谈话的时阵捌讲，伊伫古巴政府下底做工作已经超过40年，而且甲美国当作是敌人。还佫捧红讲伊的头路有偌好拄偌好，袂输是满贯风软。还佫讲家己上界优先的任务是确保卡苏策的政权。To betray that trust by falsely pledging loyalty to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serving a foreign power is a crime that will be met with the full force of the Justice Department. 美国政府发声明表示，罗查伫政府的职务，可以会当接触到机密的信息，还有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能力，面临非法做伫外国政府代理人，用讲白菜来得到美国的护照等等罪名的指控。目前还佫伫评估罗查这几10年来间谍的活动对国安造成长期的影响。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测试头一届出庭的时阵，罗查封口手铐坐伫遐咧哭。公司新闻是会场编译。俄罗斯北方舰队第14军团副司令即马传出讲，伊伫乌克兰的战场死亡啊，原因有可能是去打着俄罗斯家己设的地雷。目前俄乌战争也继续在拍，美国援助乌克兰的预算即马是卡伫国会。白宫已经警告讲，若是美国无阁继续提供武器予乌克兰，安尼俄罗斯有可能会赢一场战争。罗西亚的官方证实，45岁北方舰队第14军团副司令扎瓦斯基少将伫赫尔松死亡，无讲到原因，但传出伊是无小心去吸到家己军队部署的地雷死亡的。扎瓦斯基嘛是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以来殉职的第7个将领。俄罗战争真紧绷，但是罗西亚总统普丁嘛是咧无用伊明年竞选第6任的代志。普丁测试参观罗西亚大型博览会，真认真咧听苏联核弹设计相关解说，过程中有人甲伊点无语的核开关装置，但伊伫遐是拒绝去启动，敢若是要强调伊之前讲过的，袂凊彩去使用原子武器，也是改变使用这种武器的原则。另外一方面，拜登政府伫测试是发出紧急警告，表示讲，若国会无批准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几百亿美金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可能会互基辅陷入危机，等于互普丁占优势。I believe that any member of Congress who does not support funding for Ukraine is voting for an outcome that will make it easier for Putin to prevail. That is, a vote against supporting Ukraine is a vote to improve Putin's strategic position. 拜登政府伫今年10月，捌要求国会来批准1060亿美金的包裹预算，差不多是台票3兆4268亿，用来资助乌克兰、以色列、台湾和用伫美国的边境安全。但美国众议院长就要跟他通过用预算援助，两党的协商嘛调伫遐。对这白宫管理和预算局的局长杨文嘛讲，国会若无采取行动，到今年年底，美国会无资源替乌克兰来采购更较侪武器和设备，若切断美国的武器和军备的供应，等于是伫战场顶悬，规个乌克兰的卡塔夫拢拍登去。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镜头来中国，新冠疫情过后，中国的经济也是爬袂起来，真侪少年家即马失业率找无头路，全出国打拼。其中伫泰国，因为泰国的生活成本较低，签证嘛较简单办，所以真侪中国少年家走去泰国生活。专家是认为讲，现代少年人较毋是为着钱，颠倒是想要追求自由有尊严的生活。拍棒球、老汉老弟为中国上海来的童年，日上例行私人教练课程。这种活动是伊一个住伫上海时阵无法度负担的正贵兴趣。自从到泰国了后，伊总算应开始享受生活。疫情的时候，对自由的渴望变得更加的强烈一点，可能你会有一些对未来的一些向往，有一些期盼。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实施严格防控政策，对国内经济产生真大影响。即马真侪生伫1980到2000年之间的中国千禧世代，已经无亲像爸母迄辈共款，应找到大富较好的头路，都拢去别国追求更较好的生活。
亲像康年甲文辉这对少年翁某，都是透过申请古眠进修课程摕到签证，到泰北、清迈展开新的人生。好像人在国内生活节奏确实太快了，所以导致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说是自己根本没有自己那种自由的那种空间。Because they are cosmopolitan, open-minded, and they cherish a basic sense of freedom, not necessarily political freedom, but they want to live a life that they feel is decent and is dignified. 路透社指出，在中国社会媒体微信，移民这个名词正做热搜。今年初1月底，移民泰国甚至一天有30万搜寻的次数。因为比其他国家，中国人申请泰国学生签证是较简单。专家指出，在受过教育的中国少年人，未亲像过去的中国移民追求财富同款，是找到属于家己的人生方向。公司新闻杨干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菲律宾当地时间12月初5日下晡传出一台巴士摔落山谷，车顶有53个人，上无已经有25个人过往啊。另外来关心，根据路透社报道，奈及利亚伫美国、英国甲盟友的支持下，甲伊斯兰叛乱分子长期内战，传出北部一搭庄仔头，互军用无人机攻击，造成严重的爆炸，害85个人死亡，还有66个人重伤。来关心法国公共电视第5电视台播出 TikTok 的纪录片，内容是要让大家知影短影音平台 TikTok 安怎互中国利用来分化咱台湾人，想要来影响咱明年的选举。法国的专家有警告讲 ，TikTok 有可能加做中国统一的工具，改变台湾人的认同，让少年家愿意去支持中国。继续关心，国防部伫昨昏有公布中国军舰有来台海7抓，也日本的防卫省嘛有公布中国的电子侦察舰天宽7号的动态，是对日本的沖縄行到日本的与那国岛，对台湾东北角路南行去太平洋。另外，各有军事媒将也讲，中国的天宽7号离咱台湾上近的时阵，才离宜兰30海里。中国两岸紧张的局势搁欠悬，国防部初5发布侦测到共艦7隻，伫台海的边仔在活动。军事 Face 专业台湾 ADIZ 就分享讲，初时有看到共艦就伫咱东北角的外海，乌着偏东风差不多30海里对南边去。日本防卫省初时是公布共军的电子侦察舰天宽7号的动态，11月30伫中国岛东北边170公里处，12月初时伫钓鱼台西边8公里处，因与那国岛台湾东北角之间往南去太平洋。长期在这个周边的海域活动，那也会跟着这个像这个美日联合演习啊等等，那甚至是在我们在这个东部海域进行这个武器这个试射的时候呢，这些电子侦察船也会现踪。那或许呢，在这个我们周边的行动，也可能是在这个一系列这种这个扰台加上这个电子讯号征收的其中一个这个任务。天宽7号是中国东海舰队的，是815型电子侦察舰，有战术侦察和战略侦察的能力。学者分析讲，中国的电子侦察舰会当伫正远的所在来侦收美日台3方的电子信号，做特定电征引导作战，佮会当长期来监测敌方的战略目标，对战场作战是真有效。但这摆说伫东北外海的行踪互发现，无排除是主动在起无空，对中国继续了台，各国嘛强化防卫能力。无人机的作战渐渐变作战场的趋势，中科院开9亿4700万，伫嘉义滨乡园区起无人机专用的生产工厂和办公大楼，按算2025年年底进行完工，初5开工动土，未来会当大大提升无人机的产量。总统蔡英文嘛亲身参加，讲到嘉义未来变作亚洲无人机的重点，透过居民的合作，伫台湾建立完整的无人机产业链。国防部会持续的推动军用商规的无人机。来结合国内的业者的力量，准备我们军民通用的关键技术。中科院是展出真侪款国产的有精索打击的无人机测试的影片，包括大瑞恩、天云函数飞弹无人机，会当执行叛军战术来攻击中国的航艦。针对咱国对攻击无人机的重视和需求大大增加，学者集中讲，无人机采取叛军战术会当突破中国真侪战的沿海防疫，产能提升嘛改变国军作战思维，甲无人机看作是弹药，大量使用会当减少人员的伤亡，打乱共军反台的tempo。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最近这几年正注重台湾出代志、日本出代志这个议题，嘛有提出真侪项应变的措施，包括伫第一岛链的岛要安怎撤离、要安怎避难。也若伫咱台湾上近上外的与那国岛，因嘛有咧点岛上的紧急物资，嘛发现讲，若是台海发生战争，岛上的物资根本无够，这嘛引起当地人的关心。甲日本沖縄群岛乌拉国岛的紧急物资仓库开开，各种物資加防災準備食品一箱一箱載伫架仔頂。米粉のクッキーですね。であとカレーピラフ、トマトリゾット。日本的乌拉国岛离台湾只敢若110公里，岛上居民差不多1700人，伫台海局势愈来愈紧张，有可能真济台湾人走到日本的第一个避难所。不过当地官员认为，岛上紧急物资储备量差不多800人份，只敢若会当挡无够2天，到时可能无法度供应予难民。日本自卫队联合参谋长吉田贵秀捌伫波兰看过俄战争边境出现的真侪難民，但是若台湾有代志，自衛隊無法度家己應付難民的問題。同じようなことが我が国周辺でもし起きたときには、我が国はそこに対して人道的にもしっかり対応し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で、大事なことは、それは自衛隊だけでできることではなくて、政府全体で行うと。烏拉國島的物資是靠1禮拜2遍的渡船，也個附近島嶼少數航班補給，也個電力因為天氣歹取消。為了要應付台灣若有代志，日本自2016年開始，佇沖縄國群島設自衛隊的駐守點，補充佇第一島連續的所有防衛抗備部分。自今年7月開始，也要求第一島鏈的所有島嶼加強服務，城市擴張烏拉國島機場港口的功能，讓日本民眾會當快速撤離。一個新設會當讓護衛艦停泊的港口，一個甲機場的跑道加長，讓戰機會當起降。另外，也要求石垣島、烏拉國島、宮古島等地及地下避難所這個應對措施。只是萬一台灣真正有代志，出現的大量難民也是無法度解決。来られると来られるとに私申し上げてます。その返事はなんか返事しようが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みんな黙っこくっちゃいますよ。公司新聞但是董編輯。鏡頭轉過來關心高雄大拿埔遷村案安置計劃，對2016年到今已經7檔啊。行政院即馬總算已經核定遷村案的經費有800億，不過即馬也是有里民也有疑慮，因為政府愛甲增加的經費要用伫倒位，講清楚用途。遠遠看去有100多支煙筒，結合石化工廠包圍的高雄小港大拿埔遷村安置計劃，從2016年爭論到今已經7年，行政院正式核定。經費為目前的589億增加到800億。當地里長認為講，政府應該先講說明，增加的經費是用伫什麼所在。袂使有負債啦，也是講吼，你袂使講負債排除過債，這個串厝是9位呢。我本地是起了20坪，你迄家剩12坪徛呢。大拿埔的人口大部分是中高齡的社會人，遷村若是要愛另外貸款買厝或者是起厝，里長煩惱里民無法度來負擔。若是安置遷村自救會講，政府無同意農地2坪換1坪，而且有想要甲農地遷徙去大坪頂，嘛降低遷村的意願。伫遐個一支煙筒上大支，迄個焚化爐迄支個伫遐。啊，你甲大拿埔是污染的西區嘛？你若講是污染的西區，你甲遷去東區，那我還要遷個屁啦！遷村的計劃最近這幾年經過4屆公聽會，里民嘛發起幾啊屆抗議，希望遷村的條件會當合理。面對里民的訴求，市府初5會補開記者會表示，增加經費主要是用喺提懸地上物、規個中期介紹的補償費，也有提懸搬厝期間厝租津貼等，會增加210億。基準日前新建的房屋，以112年，也就是今年，我們來訂定這個價格來從優的補償。因為它這個會隨着這個物價的上漲來調整。高雄市府講，要增加居民的負擔，提供2000戶社會主體，讓無持有主體的人來申請。所來嘛啟動遷村方案選擇的調查，1對1說明計劃，讓居民選擇符合家己需求的方案。記者綜合報道。
台湾甲中国嘅诈骗集团斗空，竟然讲是咱台湾政府机关专寄简讯予民众，到民众嘅手机内底，甲你讲你嘅水钱啊、电钱，也是 ETC 这费用无纳，互你一个网络的自资了后，你若是点入去，甲你嘅信用卡资料填起哩，安尼你嘅信用卡就会互乌白去入卡，伫网络顶头乌白买物件，啊若诈骗集团甲这买到嘅物件去换现金。经过调查，今年6月份至10月份，诈骗集团已经有发出8000条简讯，嘛有超过100个人受害，啊，那赚到的乌心钱是超过600万。按超商到百个品牌800款，这间电商平台专门卖各种的礼券，即马发生互犯罪集团利用，正做犯罪工具。原警分几若组抓到17个人，因涉嫌4过发钓鱼的简讯。骗人写告知，信用卡摕到了后，去入大量的礼券，透过社群平台半价转卖，嘛去加入全国电子这卖场，用礼券买3、4，伫网络买转现金。正港的诈骗手路，简讯拢讲水道钱无纳，停车位过期，假影是公家机关要求你爱随处理。警方讲，今年6月到10月有超过8000篇简讯，受骗的人有上百个，金额将近600万。调查了后，发现原来伫后面主导的中介人是中国集团。境外有主嫌，他是负责架设钓鱼简讯的网站，以及建立钓鱼简讯的范本。LV 的牌啊，罗伊的香水 ，Burberry 的服装，摆到规桌面，嫌犯唔若买礼券，精品嘛着买。按官方买着了，利用面册这社团，正牌照原价拍一折脱手，佮利用电商平台办满清上百活动的时候。甲犯人使用的手机门号大量办会员，做买主甲卖主，用假买赚差价。有一些朋友或是长辈，的确是有不小心点进去，然后可能有一些个资外泄这样。对啊，如果用简讯的话，我是不会点进去的。政府出的话，它正常上面会写3个1。这个我不知道。要消灭简讯诈骗，政府10月底推出专用代码，只要是公部门的消息，拢会显示1亿印。防分别真假，虽然是好意，也毋过未少民众也无了解，佫需要加强宣导，唔通互轰炸机制无人知。记者综合报道。佫有一款诈骗，这是台中有一个姓洪的查甫人，伊普通时啊拢是靠通讯软体网络在交女朋友。最近有收到对方讲，伊破病，伊爱住院，也是厝内底人无拄好，需要爱钱，拜托伊去银行汇钱，甲斗3工。结果警方一看，才发现讲，对方寄来这相片根本拢是假的，拢是用 AI 做出来的。这个洪先生才知影伊互骗去啊。这位58岁姓洪的查甫人，最近到银行指明讲要汇7万块的医药费给姓柯的女网友，行员担心是爱情诈骗案件，通报警方。这查甫人摕女网友身份证的图片给警察看，警察讲相片是 AI 合成的。这是假的身份证啊！我帮你一查，查得出来的话，先生，这个是假的而且 H2不可能有28这个数字的。身份证的字形甲大小拢无正常，用警方的电脑查这个身份证号码是无这个人。相片内面这个查甫的鱼仔也无看到，无符合相关规定。这个姓洪的查甫人唔死心，佫摕网友破片倒伫咧面床顶的相片。警方看了讲面是 AI 合成的，毋过若接的所在看现，伊才相信是互人骗去。假的身份证上面的字体小于一般的正常的身份证的字体，不是女子躺在病床上的 AI 合成的照片，头部跟身体的结合处根本是不一样的。当你接到视讯电话时，可以要求对方转头，在脸的前面挥挥手等动作，会发现对方的脸部会出现模糊或者是色差的情况，就可以利用影像的破绽来分辨出对方是不是有使用 AI 技术，避免受骗。AI 技术一直伫咧进步，在两次形态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定定用换面变声，直接假冒做被害人的亲友。所以建议民众伫咧失信的时阵，一旦要求对方伫咧镜头头前下手挖头，若是面看起来无清楚、无自然，就可能是 AI 变面。一若接到对方打电话来，会让先甲伊挂掉，搁再卡断去看敢卡会通，避免互人骗去。记者综合报道。
AI 讲骗，毋过 AI 用伫好用途嘛是真有路用。为着要服务更较侪国际旅客，交通部观光署按算要伫台北的松山机场和新北的野柳游客中心，要设 AI 的智慧柜台。就算毋是专业的翻译人员，嘛当透过 AI 来服务外国游客。目前有先提供华语、英语、日语甲韩语4种语言，总共效果袂歹，嘛推广到其他风景区，若语言嘛对咧增加。日本料理，日本料理的话比较少。游客对麦克讲话，透明的隔板另外一屏即时显示经过翻译的中文，柜台人员直接用中文回应，旅客就会当踮喺隔板这边看到伊熟悉的文字。为着外国游客沟通无问题，观光署伫台北松山机场甲新北野柳游客中心设置 AI 智慧柜台，提供即時嘅翻譯服務。やっぱり老人は小さい字だと見えません。薄い字でも見えません。And when I just arrived, then I don't have connection. So if I don't have connection, I can't use Google Translate. So if this is readily available, then that's very helpful. 旅客服務中心原本就有設外國話嘅服務人員。觀光署講，人多時陣，唔是語言嘅專業人員，透過 AI 智慧櫃台，咪當隨時協助遊客。目前提供中英日韓4種語言，會大聲設置松山機場。是因为这边的日韩游客有较多，希望说未来也能开发东南亚语系的一个翻译的一个 AI 系统，服务更多东南亚语系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旅客。从明年开始，会正式发布西班牙、法语跟德语。那为了就是欧洲跟亚洲的这个沟通。观光署表示，未来所属的13个国家风景区，拢陆续评估设置，希望外国游客来台湾佚佗顺利无障碍。AI 智慧柜台是由台湾的厂商开发，显示台湾的科技实力。会采用透明隔板设计，上大显是为着要防疫，佫会使予对话双方小见面1.2个，比较一般机器的翻译，加一份人情味。记者综合报道。中研院办的少年学者研究成果奖昨昏颁奖，是为着要鼓励咱国内少年的学者。27年来有表扬真侪少年研究者，昨昏计共有7个学者得奖，有来自理工科系、人文科系在领域。也拿其中数理科学组的得奖人曲伟成，伫颁奖典礼顶悬，佮特别用母语来说多谢。上最后的是我的家庭对我的这个无条件的支持甲包容，才有今日我。2023中研院少年学者研究成果奖得奖人曲伟成用伊的母语台语致辞，伊讲台语对伊这个台南囡仔来讲，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台语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甚至讲对我一个养成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会当有今日的成果，就是来自我的家庭，来自我的成长的背景。曲伟成注心伫咧现主时上生行的机器学习领域，伊的研究互机器学习伫收集资料的阶段，通更加有效率，也增加应用的通用性。用机器学习来做研究的这过程当中，你需要用真侪有正确答案的资料来做训练。就算讲人咧对这资料咧标这个正确答案的时阵，嘛有可能都已经带入这个偏见。咱是毋是会当用对资料本身就来做学习？除了理工领域，也有人文社科的得奖人，亲像研究员林建志就脱离主流思考，探讨亚洲宪政主义。主流的宪法学理论或是司法行为理论，它其实主要都奠基在非常几个少数的国家，比如说美国或是西欧的几个国家。这些主流的宪政理论或是司法行为理论，其实未必可以适用到其他的国家。2023中央研究院少年学者研究成果奖有数理科学、生命科学、人文甲社会科学3个领域，计共7个得奖人。中研院表示，希望透过这个奖鼓励更加侪少年研究人员创新，透过研究来发挥影响力。记者郭明水台北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有350年历史的基鼎天后宫顶会造就已经是72年前。今年要搁造就有蔡国基17公尺悬的灯糕，请真侪民众来弄灯糕，要求好运、消灾解厄。基鼎天后宫庙埕真热闹，一群人合作要将灯糕徛起来，灯糕徛好食了后，就将花灯豆豆扭起来。高举将近17公尺的灯糕徛伫庙前，实在真壮观。基鼎天后宫今年要举办建造大典，初三伫庙埕举办徛灯糕的仪式，请袂少民众、爸母带囡仔做伙来体验弄灯糕。
平安顺遂啦，国泰民安啦，有囡仔搞大汉安尼啊，这天后宫的大庙，这是一个阮遮信仰安尼啊，渔民的信仰。创建的年代伫个西元1673年，嘛是康熙12年，甲今年拄好整整的350年啊。基顶天后宫是当地重要信仰，嘛是高雄市上古早妈祖庙。今年庙宇整修完成，去年第一尊大尊定地妈祖入庙，今年阁是建庙350档，连续3档拢有姓氏，因此基顶天后宫受到妈祖的指示，今年要盛大举办做招待典。年后咱348年的时阵，咱的天后宫古迹来重修完成。伫去年咱建庙349年的时阵，是咱349年来第一尊大尊的定地妈，嘛来完成来入庙啊。庙方表示，基顶天后宫顶摆建造已经是72档前，今年拄好是350周年，按算这个月24到28举办。庙方特别重视，即摆天后宫嘛开放迎请众神来参与，且众神共同为石典做见证，祈求祭典会当顺利圆满。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岛外的美食嘛是咱台湾的传统，不过即马较少少年家会晓做过啊。伫台南的嘉南药理大学就有老师带学生囡仔行到户外，了解真捌西港地区的产业文化，嘛带学生囡仔去学做红菇粿。用红菇泥的煮米粉，内底包麻啊、巧克力，佮放入粿薄、用菇济，用做红菇的形。大家拢做甲真有班，这些大学生拢是头一届体验。台南嘉南药理大学管理系利用教育部 USR 计划，带学生实际行到西港啊，除了认捌乌麻的产业，嘛体验古早台湾传统朴实的做粿文化。家囡仔做，等当知影伊制作过程是啥物。佫袂歹算啊，这第一届。互我知影这种物件。学生会当伫咧做的中间了解讲这红菇粿吼，伫咧咱啥物是一生的中间吼，啥物时阵会用到。因为过年过节也是过带喜事，家家户户拢看会到红菇粿这项传统的食物。那红菇粿造型合分就真深，业者讲古是四大灵修之一，有向人吉祥长寿的含义。古早人会摕活菇来祭祀，后来因为时代转变，才渐渐以古的美食来做代替。寿桃是新民生日祝寿，咱会用迄个寿桃这种。这种菇啦，菇是长寿嘛。咱的新民的生日也是迄个，咱兜有喜事送啥嘛，寿桃跟长寿两个拢相共，拢长寿的意思啦。近来做过人哪来哪少，业者烦恼会失去，因摒细保存古早味，除了做传统的红菇粿，佮结合创新，变出新的花样。因望借此互少年人愿意接触台湾的本土文化。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台语文看榜，咱来看今年全国语言竞赛伫顶个月底结束，计共有2000外选手去参加，其中新北市的代表队计共摕到95个得优，成绩是全国上好。其中伫新北的明志国中，指导老师和选手伫咧台语朗读，抑个读者剧场拢摕到得优，毋但有状元学生，也有状元先生。互咱翕相青春好香味。新北市明志国中的学生手提文本，用刷拍佮活泼的台语呈现读者剧场。读者剧场是教育部自2022年开始举办的比赛项目，因为英国全国语文竞赛考试项目总是受外界批评讲含日常对话差伤济，所以增加读者剧场来鼓励本土语走向生活化。明志国中今年唔但指导老师摕到单语的朗读得优，学生伫单语朗读和读者剧场嘛拢摕到得优。因为朗读伊是一个人的比赛，毋过阮的迄读者剧场是足侪人要去比赛，大家拢爱就是足配合的，安尼阮才会就是得到好的成绩。若是我无教阮阿嬷大，我可能就袂晓讲台语阮兜讲的方法可能无遐尔标准，都是家字因为我训练朗读方言老师教我足侪较正确的家字的方式。
因为指导老师李宏彦今年头届参加全国赛都摕到台语朗读特优。伊本身是音乐老师，但是对台语真有兴趣，想要甲台语教予下一代，就是想甲台语结合伫咧教学内底。伊自2011年开始指导学生参加语文竞赛教答。我想要布置一个台语的环境互学生讲台语袂歹势。我感觉只要咱开嘴讲台语。台语就会扣回来。有的是大可能拢甲囡仔讲这国语啦吼，所以咱嘛是伫学校的教育，互伊知影讲咱即个本土的咱闽南语的重要性。今年全国赛计共有2443位选手参加，竞争正激烈。其中新北市代表队总共摕到95个特优，占全国上济。并这个中伫口述项目表现上出色。拜二为着要表扬老师学生，学校特别举办庆功宴，嘛鼓励学生伫本土语学习继续打拼。记者卢尚如、郑俊佑新北报道。继续来看，由文化部规划，有邀请歌戏天王天后甲13个国内表演团体，要同齐做一出讲台湾400年台南建城的历史，或者16治史。这个戏内底会有多元的语言和多元族群融合的故事，按算伫每年的2月24、25会伫台南演出。向拜。眼前这排拢是一顶一个歌戏演员，因得为每年的大戏16治史祈福。这出歌戏全台湾总共有13个表演团队参与。戏是咧讲400年前荷兰人来台湾，伫咧台南安平设堡伊据点，建立一咱家城，讲台南建城400年的故事。演员嘛讲，因剧本读了，对台湾的历史有如深的感动。在讲那个大航海时代，为什么台湾在国际上被看见，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一个起点。我们的努力，跟我们的祖先的辛苦，跟怎么样族群融合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好笑、好看，而且很感动。这也是我们今天读本每一个演员所读到剧本的时候，大家真的打从心里佩服，忽然间发现我来对台湾有气。这出大戏要演出台湾数在400年前后祖先渡海来台湾这块土地的过程和族群融合的故事。文化部长苏铁嘛希望这出戏会当互咱愈了解家己。咱的戏曲演员啊，是老家己的目屎演别人的故事啦，但这届啊，咱是演咱家己的故事，这是一场我们国家自己的历史课。这出戏里面还动员到京剧的、豫剧的、国乐的还有特技团的。我们希望用台湾的歌仔戏来演台湾的故事。16治史这出戏会伫咧每年2月24、25伫台南建城400年的时阵闹着演出，希望民众会当透过歌戏更加了解属于咱台湾家己的故事。记者林克凯台北报道。体段大车拼，咱来看，咱台湾队昨昏伫亚锦赛比对巴勒斯坦，咱是以19-0伫第6局提早拍赢。伫 A 组的有赛，咱摕到2场的胜利，所以以分组第1，即马晋级超级循环赛。伫咧前几天，亚锦赛第1战中华队4-0完封南韩了，最后有赛第2战对巴勒斯坦，双方实力明显有差，中华队打击大爆发。林承飞，阿飞，我在第1场的比赛前3打席3支安打猛打赏，给他一个赞。那现在呢，就直接是一支2垒安打，攻下了1分。第1局顶半局送回第1分，中华队有好的开始。第一遍参加国家队的廖建富连续轰让，这粒2分炮带动士气，摕到3-0领先，也是中华队今年亚锦赛第1支轰让。这个变速球就掉到可以说是廖建富最擅长的比较内角的位置。对。这球是咬得扎扎实实。中华队是左投手张景玉先发，3局单做7变3胜，球速上紧145公里，9个人起来，9个人落，完成先发的任务。完成了3人出局，巴勒斯坦2局下半的进攻3上3下。第2局中华队搁再摕2分，5-0领先。伫咧第3局炮火搁较强，1局就摕7分，12-0领先。捕手这边还有是卡在了这个小缝隙里面，所以只能有1分回来。第5局顶半局中华队无提分，不过巴勒斯坦的游击手有一个正水的接杀。精彩的 nice play！
哇，让中华队呢在5局上半的进攻留下了残雷，最终没有得分。再来看一下，哇哦！中华队投甲拍拢有发挥，第6局搁再摕6分，摕到提前结束比赛条件。中华队19比0摕到五赛2连胜。这个球，哎呀，2个弹跳，结果三垒手这边是打到脚，球弹到旁边去，二垒上的跑者陈文杰回来得分。中华队先摕到2胜，决定以分组第1晋级超级循环赛。应该是对香港，对咱晋级无啥影响。初8暗6点半，对 B 组排第1的球队。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泰国南部地漳透早，一架商战巴士驶到半中途是偏离车路，全去弄到树啊，造成14个人死亡，30多人受伤。警方即摆怀疑有可能是司机伤忝啊，疲劳驾驶造成的。事故现场，救援人员赶紧用冷刀把受伤的人赶出来，巴士的车头弄到路边树，密密麻麻，驾驶座嘛溃甲变形。这架商战的观光巴士按曼谷出发，要去南部的宋卡府，无想到拜二透早经过巴蜀府的时阵，竟然偏离车路，弄到国家公园附近的路边树，当场造成14个人死亡，30外个人受伤，包括司机本人嘛受重伤。警方初步研判，司机当时可能是咧拄久，嘛无排除有啉酒的可能。当咧等待酒测的结果，详细事故原因嘛要等调查。警方讲，当时车顶有49个人，其中大多数是泰国人，部分是缅甸人，有30个人伫意外发生了后紧急送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泰国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伫全球排伫头前，每年大约有2万人来死亡。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来看，咱要看到的影片画面，唔是拍电影，是真正的极限运动。这是极限运动员格拉布竞赛挑战，伊伫杜拜300公尺悬的饭店游泳池出泳，出到大楼边了后，直接是跳伞跳落来，尾啊真水快，降落伫附近的海沙坡。伫无人机的看板帮助之下，格拉布跳上厨房。伫294米悬的空中水池出水，来到尾站，伊出上跳台，顺势放手，所以伊开始展现伊跳伞的技术。That's when I kind of bailed off the board. I made sure I was clear of the tether, and just had a nice slow barrel roll. And I was kind of going with the building, like down the way, and just had sick visuals, like seeing the side of the building and like looking out over the water out here. And 格拉布最后成功降落伫附近的海沙坡，完成这座开先锋的极限运动。格拉布讲，伊早伫10年前有这样极限运动的想法，即摆伊总算伫杜拜实现伊的梦想。And yeah,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We had to build a drone that could pull us. So I had to like get more proficient in base jumping, and then we found this awesome location here in Dubai, and we just put everything together, and we just pulled off the sickest thing I've ever done on a wake skate for sure. 不过就算是功夫高强，人好打，格拉布也是有真功夫。伊进前除了接受专家的指导学跳伞，搁伫瑞士甲美国参加训练营，至少跳伞跳上800摆以上。进前伊嘛捌踮咧土耳其的国际温泉浴场，甲菲律宾的山田，展现伊水快的出水功夫。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真正有够厉害！继续来关心天气，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6度，上悬有2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同款16度，上悬是24度。越南南部的温度上低是18度，上悬有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6度。外岛16度至22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